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去参观，你看这搭起好 AMD 的工厂，员工啊拢拜托市长啊爱先挂耳机啦。敢讲是要听音乐吗？当然唔是。为什么参观爱挂耳机的？咱的新闻来甲恁讲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行入神秘的空间，搁挂耳机，敢是准备咧去唱歌？唔是哦，伊是去 AMD 的机房，还是拢爱挂耳机，来我听一摆这个声。规个空间轰轰叫，因任无发动设备全面的启动。美国精辟大厂超微，也就是 AMD， 今年正式到台南设研究点。市场参观的时，本来阁想无是安怎挂耳机，原来因为设备散热会真大声，爱避免听力去伤到。资料中心的噪音呢，主要是来自于风扇还有冷却系统的设备发出来的声音。那风扇呢，主要来自于电源供应器本身会发热，另外一个就是处理器本身也会发热，所以呢，里面会有大量的风扇进行散热。影片一个公开了后，伫网络引起讨论，有人讲真了惊到伺服器运作的声有够惊人，内底是有战斗机哦，用高转速的电风超过13000转。无人讲电风是控制温度的，而且大声表示高负载。他们也很快的积极，用很快的速度就已经完成了初步工程人员的进驻。希望在未来的科技研发上，不仅是公司有所成长，对于地方上的一个科技素养，包括学生的科技研究都能有所帮助。人员陆续到位，专家表示讲，虽然入去这个所在不一定爱挂耳机，不过机房内底分贝差不多有8、9十，迄若伫内底伤久，恐惊嘛会挡袂掉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